我觉得这些很奇妙啊。我们这个夜市啊，是全台北最好最热。哎，你进来啦！你没有教哈，你就撤摊。为什么不能开水果摊就好？你如果会赚钱，你可以有意见啊。那我自己去赚啊。就这样，你让我到处去讲的。妈妈说你吵哎。你若唔到处，你就等我咧退魔鬼做代志，安尼听有无？你为什么没有读大学啊？家里没有钱啊。你妈没意见啊？我才不想管他嘞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啊？哈？你要是老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就让给别人去做哦。我们没钱了，你要去上班。你那么会讲，你怎么不自己去算啊？怡静，怎样？你在干嘛？没啊，只是看一个小东西啊。我跟左手做了很多坏事啊？你还做了什么坏事啊？我觉得你笑起来蛮好看。你妈会那么生气，其实是因为关心你。跟他睡了2个礼拜就当我爸了。